各位網友大家好，備受市場關注嘅連鎖藥妝零售商龍豐集團今日喺港交所主板正式掛牌，開市報價4個3毫2，較定價5個1毫8低咗16.6%。其後跌幅不斷擴大，出現災難性嘅單邊失血，收市報2個8毫1，較招股定價5個1毫8瘋狂插水46%。以一手500股計，中籤散戶唔計手續費，每股帳面直接虧損1185蚊，淪為今年度最慘烈嘅潛水王。而值得留意，星展銀行係今次龍豐上市嘅獨家保薦人，似乎連出嚟護盤都費事。而公司係以招股價範圍下限5個1毫8定價，全球發售1億2500萬股，集資總額大約6億4800萬。而配發結果顯示，龍豐喺香港公開配售獲133000人認購，超額認購大約663.92倍，一手中籤率係5%。投資者需要認購80萬股先至可以穩獲一手。而國際配售方面就獲得超額認購2.18倍。業務方面，龍豐係本港最大嘅醫藥產品零售商，以2025年財年零售銷售額計，喺整體美容健康市場排名第3，市佔率5.8%。目前喺全港經營31間門店，計劃2029年3月前增設18至21間新店。龍豐上市本身就有爭議性，而家股價再跌成咁樣，真係睇到都覺得尷尬。另外，隨住中港兩地對跨境金融流動資產一系列嘅嚴格合規審查，離岸私人銀行業務正面臨一場歷史性嘅監管風暴。彭博引述多名消息人士報道，跨國私人銀行業為應對非對稱嘅法律風險，紛紛緊急推遲喺內地舉辦嘅各類商務活動，並明確勸阻香港等地嘅外派員工前往內地出差。市場分析認為，長期以嚟離岸私人銀行家前往內地出差招攬業務一直處於兩地法律框架交界嘅監管灰色地帶。而根據內地現行法例，禁止境外機構喺境內招攬商業業務或討論特定投資產品，只係技術性允許機構同客戶進行一般嘅關係建立會談。消息人士證實，瑞銀已經明確推遲今個月喺內地舉行嘅年中財富展望會議。雖然其他常規活動如常進行，但部分原本參與內地活動嘅人士出於風險考量，應主動取消行程。而匯豐喺內地舉辦嘅活動雖然仍然按既定節奏推進，而且發言人回應將會按原定計劃喺下個星期為內地客戶舉辦半年一度嘅投資展望活動，但內部已經正式向駐香港嘅私人銀行家發出指引，建議如非必要，盡量避免去內地出差。而似乎呢場監管風暴有擴散嘅跡象。根據南華早報早前披露，東亞上海分行已經全面暫停內地客戶喺境內直接開設海外投資帳戶嘅窗口。而匯豐亦都對外發出合規警告，強調所有存入佢哋投資帳戶嘅資金必須要100%合香港最新嘅監管規定。而呢場風暴亦都波及咗友邦同埋保誠呢啲大型保險公司。由於呢一類跨國保險企業長年依賴內地旅客嚟香港購買高保費嘅儲蓄，以及保險產品作為資產配置，跨境資金鏈嘅技術性收緊，係會直接衝擊呢啲保險板塊嘅業務增長。所以呢幾日一眾保險金融股領跌大市。而《星島日報》今日引述市場消息話，中證監近日喺深圳會見香港多間券商嘅負責人，了解佢哋針對內地存量客戶嘅整改進展，並再次明確提出多項監管要求。另外仲有一則關於股市嘅新聞，彭博引述知情人士透露，Elon Musk 旗下嘅 SpaceX 750億 IPO， 佢哋嘅承銷商已經被告知唔接受嚟自香港同埋中國投資者嘅訂單。理由係美國對關鍵技術出口有限制，而 SpaceX 嘅網站喺香港同埋上海都冇辦法訪問，進入只會顯示一條訊息，稱公司已經禁止呢個地區同埋互聯網地址訪問呢個網站。另外，樂豐集團創辦人周沛然喺上個月離世，由佢哋集團發展嘅大角咀 One Bedford Place 全新甲級商廈，喺今年2月被東亞銀行接管，淪為銀主盤，並推出招標，屬於呢個集團首個淪為銀主盤嘅個案。接標日期原定係2026年4月22號，其後延長1個月。最新消息已獲買家以超過7億買入，而幾個媒體嘅報道都有出入，成交價由7億去到7億3千萬。
如果以咁嘅推算，折合尺價由3800去到3900幾，3000幾蚊尺，基本上連當年嘅建築成本都未必攞得翻。而有指新買家係嚟自新加坡嘅基金，打算買入改建成學生宿舍。而值得留意，今年2月放售嗰陣時，有指商廈估值高達19億8千萬，一棟全新商廈3000幾蚊一尺，真係好平。根據代理嘅資料，物業樓高29層，喺2024年先至落成，地盤面積10043尺，總建築面積184041尺，未知點解地積率咁高。地下至2樓係商鋪，3樓設有空中花園，而3樓以上就係辦公室，另外有69個私家車位，5個電單車位同埋5個輕型貨車卸貨位，其中有部分配備中速至超級充電裝置。翻查資料，樂豐喺2018年以2億7千萬買入必發道100至106號，其後再用2億4300萬買入108號至114號，兩次收購總共用超過5億1千萬，其後集團再喺2024年以超過4億1400萬完成補地價，意味住淨係地價嘅成本已經9億2千萬。今次嘅賣出已經較當年嘅地價低咗2億，仲未計建築成本同埋利息，粗略估計呢個項目要損失8至10億。有份夾錢嘅股東就肯定揸多冇，而家睇下銀行會唔會傷到入骨啫。另外，尋日先至講完新世界旗下位九龍塘玫瑰街嘅低密度豪宅項目奧韻，以招標形式賣出40個單位，今日就公布首張價單，涉及44伙，折實平均尺價33816。包括6間1房同埋38間2房，折實售價由985萬去到2050萬，尺價由30800去到37505蚊。呢個造價伏味相當重，不過我認為都唔係香港人杯茶。而最近新世界喺大圍站上蓋拍後裝3收樓，從互說樓市嘅驗樓片睇到都頗為大跌眼鏡。由1、2期嘅收樓得分95至到98分，急降至到第3期嘅60幾分，由 A 級跌落 D 級，尤其是關於滲漏嘅問題非常嚴重。希望只係出現喺個別單位，但以呢個驗樓師傅嘅經驗，認為係裝工系統性出現問題，可能會涉及更多嘅單位。而家連新世界都搞成咁，目前嚟講，新盤發展商除咗新鴻基之外，冇一個發展商買得放心。另外，中原喺今日公布樓價指數 CCL 最新報157.94，繼上個星期未跌，今個星期就升翻0.31%。以2026年計 ，CCL 暫時升緊9.6%。如果同2021年8月歷史高位相比，就跌緊17.46%。如果同2025年3月近年低點相比，樓價就回升咗17.09%。另外，內地人形機械人跌價嚴重，1年前要花近100萬排隊預購嘅工程樣本機，依家二手網站同埋折舊機市場以5萬蚊一車嘅價格打包清倉。根據內媒報道，近期人形機械人價格大跳水，羽樹嘅 G1 降至85000蚊起 ，R1 主打消費級入門，起售價係29990。加速進化 K1 系列限時促銷價亦都係29990，優必選128,000蚊起，而重燃動力嘅 Boomi 價格只係9998蚊，已經將人形機械人嘅價格拉落去同一部 iPhone 嘅價格差唔多。同時，二手嘅價格亦都大幅下調，2024、2025年嘅舊機同埋樣板機，幾大公司當年買入價介乎30至到80萬之間，而家二手行情只係3萬至6萬。而今年主力機型喺二手市場亦都非常便宜，多數都係今年年初新出嗰陣時科技博主同埋評測機構買翻佢而家唔要嘅次新機，基本上喺原價基礎上打咗6、7折。譬如年初羽樹新機29900，而家二手市場只係18000蚊至到23000蚊之間。而除咗1、2手嘅售價下調之外，租金亦都大幅縮水。2025年人形機械人日租最高能夠開到1萬蚊，而今年5月商用租賃嘅日租就跌到800至到1500蚊。跌價咁快，成本下降係其中嘅因素，但內卷競爭亦都唔能夠忽視。今日就講到呢度，如果未訂閱嘅朋友，歡迎訂閱、留言、like 同埋 share。